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嚟，唔係亂講，我係港仔。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上一集講外星資訊嘅嗰一條片裏邊，有同大家提起過哈佛教授 Avi Loeb 喺11月頭寫嘅文章指出，NASA 喺過去4個星期裏面，其實係一直都未有向外界公布由火星軌道監測器所拍攝嘅 3I Atlas 最新影像，而嚟到11月中，NASA 終於將大家最期待嘅最新影像公佈咗出嚟俾大家睇啦。而家畫面上大家所見到嘅呢一張相，就係由一部價值4000萬美金嘅火星軌道監測器所拍攝出嚟嘅 3I Atlas 最新影像。照道理，呢一張相應該係會比7月份捕捉到嘅影像大約清晰3倍左右。咁而家我哋就一齊再對比翻7月份嗰張圖，等我哋一齊睇下係咪真係有清晰到？唔知大家又覺得係咪真係有清晰咗成3倍呢？老實講，如果你話呢一張相係由一部價值4000萬美金嘅相機影出嚟，我自己就真係覺得有啲唔太合格啦。咁唔知大家又收唔收貨呢？好啦，同大家一齊睇完 NASA 公佈嘅新影像，不如我哋又再一齊睇埋其他嘅專業攝影系統，睇下佢哋所影到嘅 3I Atlas 又係點嘅樣嘅呢？依家大家見到嘅呢一個光點，分別係由歐洲太空總署喺10月7號，同埋中國國家航天局喺11月6號嗰陣，喺火星軌道所捕捉到嘅 3I Atlas 呢一個模糊嘅光球，就係 3I Atlas 距離火星大約3000萬公里嗰陣時嘅形態。光球最中間嘅就係 3I Atlas 嘅核心，而包圍住佢外面嘅就係碎髮。喺片入邊，我哋可以隱約見到佢喺運行緊嘅時候，其實好似係伴隨住少少轉動嘅感覺。睇嚟專業嘅攝影系統，暫時喺畫面入邊捕捉到嘅 3I Atlas， 最多都只係見到佢有轉動，同埋有一團碎髮包住喺佢嘅外面。咁而家，不如我哋再一齊睇下 3I Atlas 喺通過近日點之後，陸續出現嘅一啲新異象，相信會比頭先嗰啲畫面更加震撼，甚至乎可能會顛覆大家本身對彗星嘅想像。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上一集同大家講到 3I Atlas 喺接近近日點嘅時候，其實係出現咗一種叫做非重力加速嘅現象呢？而到咗今集，根據哈佛教授 Avi Loeb 喺11月5號嘅文章裏面所提供嘅最新觀測數據顯示，經過近日點之後嘅 3I Atlas 呢一種加速現象竟然係仍然存在。一般嘅彗星經過近日點之後，太陽對佢嘅影響就會越嚟越細，而嗰一股額外嘅推力，正常亦都應該係會慢慢自然咁減弱。但係 3I Atlas 喺10月31號到11月4號呢段期間，佢嘅綠光波段光度竟然係再高咗大約5倍咁多，亦即係話 3I Atlas 喺經過太陽之後，竟然係冇受到太陽嘅引力而拖慢，反而係突然間火力全開，由一粒細光點變成一盞大射燈咁樣。呢一個係經過近日點之後嘅第一個異常位。而另一個異常點就係，如果要合理解釋而家呢一股咁強大嘅非重力加速 3I Atlas 嘅表面，係需要釋出比起自身質量多大約13%嘅物質先算合理。亦即係話 3I Atlas 嘅周圍應該係會有一大團
超級巨大、超級誇張嘅水花同氣雲包住佢先至合理。不過而家喺畫面上見到呢一張由西班牙天文台喺11月5號所拍攝到嘅 3I Atlas 圖像，可以好明顯見到佢係並冇出現我哋原本預期會見到嘅嗰種超明顯大尾巴。照道理，一般嘅彗星通常喺啱啱經過咗近日點之後，都會係最活躍嘅時候，因為佢啱啱先至經過咗成條軌道最熱嗰一點，所以表面嘅物質理應係會升華得最強烈，而且彗尾都會特別長同埋特別光，就好似而家見到嘅呢一粒萊蒙彗星咁。就算佢已經係離開咗太陽一段短嘅時間，但係佢表面嘅物質仍然係會持續咁蒸發，所以佢嘅彗星尾巴一般都會再保持多一段時間，而唔會好似 3I Atlas 嘅尾巴咁突然間消失。另外，如果要一粒自然彗星一直維持住而家咁大嘅衝力同埋亮度變化，正常情況之下，佢應該會開始出現解體、爆裂，甚至乎係分裂成一大堆嘅碎片。但係根據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張由北歐光學望遠鏡喺11月11號拍攝到嘅影像裏面，見到嘅 3I Atlas 竟然係不合常理地保持完整，冇破裂，亦都冇散開，甚至乎就連明顯嘅分裂跡象都完全見唔到。而去到11月20號嘅時候，仲有一位巴西嘅天文愛好者更加係捕捉到 3I Atlas 出現咗一個異常對稱、類似星形咁嘅發光結構，而且仲見到核心旁邊嘅位置有多條噴流重疊咁向外噴出，呈現咗一個近乎圓形嘅環狀光帶。而正常嚟講，普通彗星嘅噴流整體多數都係會比較散亂，係唔會咁幼、咁直同埋咁對稱，而且仲要係一粒自轉緊嘅彗星，要見到咁直同埋對稱嘅結構，其實都可以話係相當之罕見嘅現象。所以我真係好好奇，嚟緊會唔會好似哈佛教授 Avi Loeb 提出過嘅假設咁，未來對 3I Atlas 再進一步觀測嘅時候，喺噴流附近會唔會真係有一啲細小嘅物體發射出嚟呢？如果真係觀測到嘅話，相信一定會完全顛覆我哋對呢一類天文現象原有嘅理解。而諗到呢一度，我覺得真係好值得令人期待。到時呢，可能會有更加多我哋從未見過嘅細節會再浮現出嚟都唔定。咁唔知大家睇完呢一啲新嘅異常點之後，又覺得呢一粒速度極高、體型極大、成分特別、行駛軌跡極之精準，而且彗尾行為仲極之反常嘅 3I Atlas， 到底佢又係咪真係只係一粒普通嘅天然彗星咁簡單呢？定一或係其實 3I Atlas 嘅背後真係可能係有某一種高度文明偷偷地咁喺度控制緊佢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另外，如果大家想睇返 3I Atlas 喺接近近日點之前嘅動向，可以去睇返上一條講外星資訊嘅嗰條片，影片條 link 我會放喺 description 嗰度。同大家一齊睇完 3I Atlas 嘅最新動向，而家就想再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嚟自宇宙嘅神秘信號 Wow Signal。呢一個信號其實早喺1977年就已經出現，而77年8月
15號，美國俄亥俄州嘅呢一個晚上，本來就只係一個平平無奇、冇咩特別嘅一晚。大部分人都係如常返工、放工、食飯、瞓覺，完全唔會意識到其實自己正喺度同一個嚟自宇宙深處嘅神秘信號擦身而過。而另一邊廂，喺 The Big Ear 電波望遠鏡嘅數據中心裏面，天文學家 Jerry Ehman 就正喺度安靜咁翻閱緊一大沓由電腦列印出嚟充滿雜訊同埋數字嘅觀測記錄。而喺呢一啲又長又悶嘅數據之中，佢突然發現咗一組極之異常嘅數值，一條大約持續咗70幾秒，而且仲好集中喺單一頻率嘅強烈無線電信號。當時 Jerry Ehman 係直情震驚到用紅筆圈住咗嗰一組數字，然後仲再喺旁邊寫低咗一個大大隻嘅 wow 字，就係由呢個 wow 字開始。呢一晚唔再係平凡嘅一晚，而呢一個信號亦都係一直流傳至今嘅 wow signal。雖然喺之後嘅嗰幾十年裏面，無論係用返同一個望遠鏡，定抑或係世界各地其他嘅天文台，其實已經試過無數次對準返同一個方向，試圖去再一次捕捉呢一個神秘信號。但係呢一個神秘信號直到今日都冇再出現過。不過最近呢一個神秘信號又再一次成為言話，因為佢所發出嘅方向竟然係同 3I Atlas 嘅來源方向可以係話相當之接近，而佢哋嘅相差度就只係差大約9度以內。要出現呢一種巧合，佢嘅機率估計大約就只係得0.6%左右。當然，呢一切都有可能只係純粹嘅巧合，亦都冇人可以單憑而家嘅數據就可以斷定話 wow signal 就等於外星人同我哋打招呼，又或者斷定咗 3I Atlas 就一定係外星人派出嚟嘅探測器。但係喺哈佛教授 R.V. Loeb 嘅論點框架底下，我哋會知道無論係 wow signal 同 3I Atlas 之間嘅微妙方向關係，定抑或係 3I Atlas 嘅咁多異常現象，其實都已經好難再用普通彗星4隻字去簡單交代成件事。不過我哋亦都唔需要一下子就跳到去直接斷定 3I Atlas 一定就係外星飛船，但至少我哋係咪都可以容許自己問一問，喺呢個咁大嘅宇宙裏面，會唔會真係存在緊第二種可能性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另外，上個星期大埔所經歷嘅嚴重火災真係非常令人心痛，希望大家可以盡力支援受影響嘅居民，協助大家盡快渡過難關。同埋想喺呢一度再一次向殉職嘅消防員、遇難者、毛孩們同埋家屬致以最深切嘅哀悼，亦多謝每一位幫手嘅醫護、消防、義工同埋街坊，願大家平安。最後嘅就係，你唔需要靠迷信過生活，但係你都唔一定要有證據先可以懷疑。信與唔信之間，有時就係留翻俾你自己諗嘅空位。我唔係亂講，但係都唔係講晒。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想睇，又或者有啲乜嘢想講，都可以留言話我知，我會睇晒所有留言嘅。